要甲我变成一恐怖的歹女哦？袂啦，我讲的死，我嘛袂变歹女。哎呀，你咧紧张啥？迄一个月后就搁恢复倒转来啊！敢有影？有影啦。那阮是要甲你斗相共的，免哪有可能骗你？我甲你讲哦，这是哦，阮师公替你想上好的办法咯。你拢唔知影人用心的劳苦，迄水查某囡仔烧钱人买，啊若甲你变落你足恐怖足歹，去到地入上午，人一看到惊，马上甲你不倒出来，你坐回头桥倒转来，你唔知会当甲你应用啊永远到底。这个办法好是好啦，不过吼，我是会担心呢。吼，你讲哈你安尼哦，敢若搁足病毒的。莫唔随在你啦，啊若无，到时阵哦，叫去上午哦，迄是恁兜的代志啊。好啦好啦，我照恁的方法做嘛。来，你坐好好，吼，免紧张，心肝甲伊放互轻松。来，这身躯我袂使后白摸。开始啊，师公。安怎？好。紧啊，火面上。哎呀，困去啊！师公啊，等即摆要安怎哈？哎呀，连你家己都精神啊！来，我的，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师傅，我听内底响叫一声，到底是什么代志？哦，我的，师傅啊，阮查某囡仔安尼。安啦，恁查某囝现在吼，已经互阮两个甲伊施展法术落去，变相足歹看。啥？你甲阮查某囝变成一个歹女哦？念你就会好啦，啊，家己会精神起来，免紧张啦。我的，哇，鬼啊！哦，我的，你哪变成安尼？阿爹，我有变歹无？有变歹无？哎呦，你敢够恐怖的啦！真是吼！阿爹，我真是要变歹啊！真欢喜，真欢喜。啊，有啥物好讲啦？莫安尼啦，啥物无啥好讲。其实阮小妹会安尼哦，伊也是伊的原因伫的啦。原因？有啥物原因？你讲。你拢误会伊啦。你当作阮小妹啊，真是爱嫁惊啥？迄是阮老爸逼伊的啦。你知影阮小妹菜点哦，你一房间掉头自杀嘞。啊？自杀？敢有这个代志？你敢真怀疑我所讲的话呢？那安尼哦，枉为咱两个交情，真个。哎呀，咱头仔听到的吼，是讲老小姐答应要嫁互上个后生，啊，毋过吼，迄是因阿爹逼伊的，啊，搁有哦，就是迄个后生囝哦，踮咧边仔一直甲塞弄呢。什么甲塞弄尔？拢嘛是伊咧作怪啦，这主意拢是伊出的啦，对无？无哪有可能阮阿爹这紧哦，就是阮小妹甲送去惊啥去？原来就是一直咧报恩仇哦，才会咧后边比较人。这个人哦，绝对袂用互伊摇摆，想一个办法甲修理者。袂用的，你袂用轻举妄动的。阿爹，阮是要甲变一个尔，也袂互你为难哦。你哪知影呢？后时期的功夫遐尼好，你是啥物人是伊的对手？不管你功夫好唔好啦，我绝对要比一个高人才甘愿啦。切！窗下一笑，滔滔两岸潮。阿兄，啊，这边的头路毋是遐尼啊轻松，你敢真是迄边去啊？你无听人伫咧讲路若是愈坎坷愈歹行，行出来条条是大路，这款人才会当做着武林的大将。哎呀，迄条山路是无介太平，你知无？啊，你吼车顶哦，你着爱对好调，啊，无万一若出代志的时阵哦，迄声就惨啊！我甲你讲，来，这你查咧？这阿嬷互我的，这用保平安呢。这会当保平安，我唔相信。你唔相信，我哪会甲你骗啦？我甲你讲吼，这吼，你若万一若去撞到歹人，去用安尼刷，安尼的时阵，我若要找你的尸体，找一张就好。你假拍一衰，我白来你。不要讲，莫讲啦。哎呀，无你莫知的啦，这个玲珑啊去，这阿公老的，这撇笑。你即摆当作恁大兄是狗呢？慢慢安尼讲啦，人我是为着你的安全起见啊。你倒这对无？啊时到啦，等下困来，啊痒，我就听到，听到就赶紧来救啊。哦，我讲这你有听哦？系啊。你当作你顺风女。哎呀，啊这你也无爱，啊迄你也无，啊无过去啦。无你甲阮两个扎咧，啊阮两个甲你保护。对，嘿啊顺爽哦，我嘛来去行城看卖啊一个。恁大汉都知咧哦，讲到尾就是恁两个想要对啦，对唔对？
哎呀，咱为着哦，咱食大清也免你开啊啦。毋是，哎呀，阿平你即马咧老家身份甲地位，你若讲好啦，我也毋敢讲坏啊啦。哈哈，歹势，准讲老冤冤啊，答应要互恁两个去，阿兄也是毋肯，恁两个去会甲垫骹半手。哎呀，你放心，阮会照讲我家己，袂互你担心。对对对，你要相信两个贤妹的体格。是啊。好啦，妹妹啊，哥哥，哎呀，点点啊，我好啦。千山爱多行，不必相送。哎呀，莫甲这么爽啊啦！我即马哦行到两支脚哦，拢体腿啊，我要休困啊。哦，你实在足无路用呢，才行一块仔路尔，你两支脚就疼到就想要休困。嗯。好啦，无小休一下啦吼，小姐，小姐。哦，哎呀，迄哦路途还阁真遥远呢，啊你毋着抢一台马车有安坐，啊无是要行到天光呢。对。哎呦，姑娘哦，你免着急啦，这山哦，坎坎坷坷足歹行，马车哦歹行啦，咱落山骹哦，连咪坐马车就好坐啊啦。有听着无？落山骹路较平，马车会行呢，咱就听坐马车啦。是啦是啦。安尼会当出发无？好嘛。好，出发。